請梁校長陪同嘉賓頒發獎項，得獎者如下：嘉諾撒聖心幼稚園邱海晴、嘉諾撒聖心幼稚園陳藝嘉、聖公會幼稚園陳依婷、聖公會幼稚園程天賜、聖公會幼稚園謝奕希。同學仔同兩位校長一齊影張大合照。再次俾掌聲得獎嘅同學仔。請沈校長留步，繼續為我哋頒發 K1 及 K2 組嘅一等獎。得獎者如下：聖公會幼稚園李成軒、聖保羅堂幼稚園陳日朗、維多利亞海怡國際幼稚園陳益彤、東華三院田灣1996至1997總理幼稚園馬思宇、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華貴村李文樂。我哋一齊望住哥哥影張大合照。再次俾掌聲得獎嘅同學仔。請沈校長留步，繼續為我哋頒發 K1 及 K2 組嘅一等獎。得獎者如下：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華貴村趙詠琳、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華貴村吳子晴、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稚園林依彤。請同學仔同兩位校長影張大合照。再次俾掌聲得獎嘅兩位小妹妹。多謝沈校長。